今日开斋节是伊斯兰一年一届上界重要的节庆。印尼是全世界穆斯林人口上济国家。4月7日开始开斋节休假，当地港口交通人就塌颠。当时准备要回乡，也是要出门去佚佗的民众有到2亿人。另外，伫加沙地区即马当地战争，阿拉伯联合大公告有慈善机关、慈善团体就做传统的点心，去互巴勒斯坦人食，互因会当过节。印尼莫拉克海港有数千台车咧排列，但你被起的渡轮，伫在界1个月了后，就是庆祝在界结束的开斋节。虽然交通实在通通，毋过全球穆斯林人口数上济印尼，按算差不多2亿个人会伫开斋节出佚佗或者是回乡，比去年出佚佗人数增加差不多是56%。Semalam berangkat dari rumah jam 9 malam, kira-kira udah 13 jam sampai sekarang. Masih terhambat oleh macet yang sangat lama gitu. Tentunya ya semoga cepat-cepat ada solusinya gitu untuk kedepannya. 同年期的开斋节也叫做糖仔节，家家户户拢会准备点心、糖仔招待人去，尤其是传统的古晋米饼需求量真大。为着健康，有的点心店将这传统的糕仔甲饼用鸡糖来代替。Mor baklava rengini mor meyve ve sebzelerden elde edilen antisyonинlerden alıyor. 阿拉伯联合大公告的主成机构也咧为巴勒斯坦人做开斋节的传统点心。以色列过去6个月对哈马斯发动攻击，根据了解，以色列伫初期已经为加沙走廊南部撤出守护部队，包含甘尤尼斯市，毋过又援到一路的部队。甘尤尼斯市的居民讲，因看到以色列军队离开市中心，向东边地区撤退。埃及也咧准备主办新100个以下协商，来达成停火甲释放人质的协议。毋过，伊原无清楚撤军是毋是会延迟，对拉法准备真久的攻击。因为以色列领导人捌讲，为消灭哈马斯，这项行动是一定爱去做。公视新闻新竹报报道。